小朋友要订阅我的小星星幼儿志和 YouTube 频道哦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太阳出门叫做白天，等到太阳回家后，换月亮出门叫做晚上。不错嘛，乐乐。那你知道太阳回家之前叫做什么吗？哦，我知道哦，是夕阳。太阳回家前，天空就会变成很漂亮的颜色。不过，怎么啦？夕阳是什么漂亮的颜色啊？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不如我们到淡水渔人码头去找夕阳吧。好耶！姐姐快点，车子来了！等等，那是捷运。想去渔人码头，我们要搭乘轻轨。轻轨和捷运不一样吗？轻轨和捷运不太一样哦。你看，那里是轻轨红树林站入口，我们往上走，找找看哪里不一样。嘿呦，我上去喽！前面是等车的月台。奇怪，轻轨直接走进去就好了吗？我记得搭捷运要先逼一下悠游卡，才能过闸门进站。这里怎么没有呢？乐乐别急，刷卡机器在那里。哦，原来在这里呀！搭乘轻轨进站，请刷蓝色刷卡机。是谁在说话？站务人员会用麦克风提醒乘客进出站刷卡。说到这个，淡海轻轨以无人车站为主，只有红树林站和淡水渔人码头站会有站务人员哦。轻轨大发现，轻轨没有闸门，进出站还是要记得刷卡哦。我看看哦，轻轨还有5分钟才会来。我肚子饿了，等车的时候可以先吃点心吗？咦，轻轨车站是可以吃东西的吗？小朋友，你们觉得搭轻轨可以吃东西吗？1可以，2不行。答案是2，轻轨和捷运一样都禁止饮食哦。轻轨大发现，轻轨禁止饮食，先把食物收起来，等出站再吃。可以看到司机姐姐在开车耶。淡海轻轨司机有很多都是女生哦，太厉害了！轻轨的轨道好高，往下看好恐怖。车子往下开了。嘿，姐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发现轻轨好幸运，车子开过马路的时候，通通是绿灯。对了，乐乐，你猜轻轨要不要等红绿灯呢？当然要啊！妈妈说过马路要看清楚，要红灯停，绿灯行。轻轨因为开在马路上，遇到红灯时，轻轨也会需要停下来，让对向车道的行人和车子先过马路哦。不过呢，为了不要一直等红绿灯，淡海轻轨做了很多调整，因此现在已经很少看到轻轨要等红绿灯咯。轻轨大发现，轻轨也要停红绿灯。对了，乐乐，你知道轻轨为什么会跑吗？小朋友，你知道轻轨以什么为动力吗？1汽油，2电力，3动物。这题好难哦。我们下车之后再观察看看吧。终点站坎顶。到终点站了，我先来找找轻轨的动力。找到了，车厢上方有电线，轻轨的动力是用电，对吗？答对咯，答案是2电力。轻轨是以电为动力。乐乐看到的设立在电线上方的东西叫做集电弓。我在高铁车厢上也有看过集电弓。没错哦。啾！
风好大，我们还是先往渔人码头方向走吧。我来看看地图。糟糕，这里是哪里呀？我们搭错方向了，这里是坎顶。你看，我们要到的是这里。那怎么办？总算下班喽，我要回家洗蓬蓬，好好休息一下。Hello， 你是轻轨吗？你是谁呀？我是乐乐，我和姐姐搭错车了，你可以载我们去渔人码头站吗？才不要，我已经下班了，我要回家。你家在哪啊？就在前面啊，你看，往前开一下就到了。你家好大，里面是有很多轻轨列车住在一起吗？你想来我家看看吗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去之前要考考你，我和捷运有许多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，你知道我们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吗？太简单了，我知道。乐乐的轻轨大发现：一，轻轨车站是无人车站，也没有闸门，进出站要记得自己刷卡。二，轻轨走在马路上，遇到红绿灯要停下来。三，轻轨是利用电力，跟捷运一样哦。不错嘛，看样子你懂得很多哦。那就和我一起回机场基地看看吧。小朋友，你还发现了什么轻轨的秘密吗？和乐乐一起搭轻轨，下一集我们要前进轻轨机场基地喽。